滑鼠模式开启。正在启动朗读程式。确定按钮 Alt 加确。Google Chrome 一个执行中视窗是正在要求注意，在检视中没有项目。文件空白行。中华佛学学报第0期 P081-121，民国76年，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。连结 http://www.chips.edu.t 标题列。没有前一个项目。窗格。非朗读程式命令。非朗读程式命令。